过年期间有好几部韩剧接连上档，像是刘仁娜和李栋旭这对鬼怪中的第二对情侣档，二度搭档演出新戏，触及真心，在预告时都打着和鬼怪的类似场景，没想到首集竟然在剧中看到刘仁娜重现《太阳的后裔》中的经典片段，就连配乐都一模一样。李栋旭板着脸孔，在律师事务所中是个获胜几率100%的律师，没想到会遇到陷入危机的女明星刘仁娜，来到办公室中担任助理，被处处刁难。韩剧《触及真心》一开始预告场景都很像鬼怪中的经典桥段，但其实播出后，刘仁娜的无厘头幻想剧情，通通都是韩剧《太阳的后裔》。像是在飞机场的经典桥段，刘仁娜学起宋慧乔围起丝巾，还被讽吹掉。就连剧中男演员也学宋仲基戴墨镜帅气走过，还有这一幕。两部剧中解救人质的桥段也十分雷同。最特别的是，就连剧中的编剧都刻意打扮成《太阳的后裔》王牌编剧金银淑，让剧迷们似乎不太能接受。韩星李栋旭，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给那些记得鬼怪的观众们，再一次心动的机会。韩星刘仁娜拍这部戏的时候，觉得女主角很帅气、洒脱、心动。触及真心6日首播，收视率获得4.7%，不算太高。不过因为刘仁娜和友情客串的张基龙搞笑重演《太阳的后裔》经典场面，也因此还是登上韩国网站热搜。